大家好，欢迎收看啊，用台语的山顶罗马字课，即马是咱的第7课。啊，伫即节课内底呢，咱要来看台语一寡声调的例外，吼，会记哩咱会像咱的韵母，吼，咱有3个例外，啊，声调嘛有一寡例外吼，啊，要看，所以即马要来看遮个例外，吼，啊，头一个介简单吼，就是像即个。这个做啥？这是基后高，啊，佫是第7条吼。啊，你若袂记哩，这是第几条吼？你都爱转来遮看你的迄个调号吼。这是第7条啊。高一字的时阵，嘛共款是直调，所以直调伫遮啊。所以这是 re 吼，哆 re mi re 吼 re 高吼高啊。咱若有2个高的时阵吼。像一本足高的册吼，啊，咱若有2个吼，啊，这就变做直调甲缓调，对无？缓调，所以这变做转来看遮吼，啊，变做伫遮吼，哆吼，安尼哆瑞吼，高高高高，啊，若有3个的时阵吼，啊，若有3个高吼，迄本册高高高，对无？高高高。安尼是安怎吼？高高高，所以这2个共款吼，这就是直调甲缓调。啊，这个咧高高高，这敢是第9调吼？第9调伫遮吼，会记哩吼？这个 re 啊，佫起哩吼，对无 ？re 安尼吼，高高高吼，高高高，所以这是头一个高，就变做第9调吼，啊，第9调就是。re 啊，佫是起调吼 ，re 安尼高高高吼，啊，佫记一个例吼，像这，吼，这是第5调，安吼，弯记弯关吼，关的第5调，第5调伫遮啊，伫遮直调，高一字直调，伫遮哆吼哆，啊，佫是起调吼。悬悬吼，迄粒山足悬，然后2个咧吼，悬悬吼，就是一般的缓调甲直调吼，第5调的缓调吼，你有咧做笔记吼，啊，家己去看啦吼，悬悬吼，啊，若有3个咧，3个咧，安尼就共款吼，第9调悬悬。悬吼对无？所以这共款直调吼，这缓调。啊，毋过这有关第9调吼，奇怪吼，高高高，悬悬悬。吼，佫记一个咧吼，若有清咧，清清气的清，吼，迄条溪水足清吼，清。啊，若有2个咧，这是第1调吼，无调好就第1调。清清，吼，这是 re mi 清清，啊，若有3个咧，若有3个咧，就变做清清清吼，清清清，所以共款，这是第9调吼，啊，佫有譬如讲，白吼，白色的白吼，啊，若有一个啊，就白吼。哦，你的面足白吼，啊，若有2个，啊，就白白吼，白白，若有3个咧，安尼就白白白吼，白白白，安尼就是共款是第9调吼，白白白。佫有上尾一个例吼，伫遮啊，这骨吼，迄个油就骨吼，骨，啊，若有2个。啊，安尼就骨骨吼，骨骨，这是刀，这是米，吼，拢是第1调吼，骨骨。啊，若有3个咧，3个就变做啥？变做骨骨骨吼，骨骨骨。遮嘛是小可改成第9调吼，第9调，啊，毋过嘛是第1调吼，所以变做毋是骨吼，就是骨骨骨吼，骨骨骨。小可成第9调，
所以这是头一个例外就是形容词，一般是形容词，若有3个甲做伙的时阵头一个有当时会变做第9条啥叫做有当时来看这个调啦这是第7条、第5条、第1条，还有第8条2款所以咱若来看这个翻译调的表格咱看到第7条、第5条、第1条、第8条2款拢伫遮，所以若咱的一般的翻译调伫即个范围内底伫即个范围内底，咱就会变做即个第9条安尼就变做即个 re 中起调re， 所以高高高清清清悬悬悬白白白也是遮good good good 所以这有即几个拢就是保留同款的翻译调的规则一般翻译调的规则，所以敢若遮有差别。过来，佫有一个定定听到的例外，就是台语的压静调。压静调是啥？台语是啥物拢伊倒佫有倒啥物啥物即个伊普遍甲伊头前一个音节迄个翻译调的规则已经小可有变较简单小可啦来，咱举例看觅这支弯支弯这是第几条啦？第3条你若会记你家己去找啦这第3条哆，所以这照讲是悬悬咱若加一个像安尼照一般的调的规则就变做这是直调这变做翻译调第3条的翻译调是啥？就是悬落调伫遮悬落调，所以这照一般的规则变做悬悬感觉怪怪应该是无人咧讲悬啦，咱讲啥？咱讲悬悬这变做悬平调对无？悬这变做这个咪安尼悬佫举一个例然后这第2的这嘛是一个例外咱会记哩。若韵尾是虚咱爱保留即个原有即个音无迄个点所以保留即个就变成第2的，像伊的会的咱若后壁佫加一个同款，咱若照一般的翻译调的规则会变做安尼直调这若翻译调咧第4条韵尾是虚伫遮嘛同款是即个悬落调所以变做倒安尼敢对？其实咱若咧想即个像这这是啥？这是低音顶同款是即个悬落调顶倒顶盖下啦倒顶报毋对毋过倒感觉怪怪，咱嘛是爱讲倒这同款变做即个咪悬平调倒这开始即个落调所以这倒这倒顶所以这敢若嘛是一个例外，这是一个压静的例外。过来举一个例咱若有这市优手佫是第7条第7条就是 re 中平调手咱若后壁加一个这若照原有的规则变做这就变做咱的低调低平调变做手安尼就手嘛听起来小可怪怪啦，咱一般会讲手无遐低啦无遐低手所以这其实是保留即个 re 无遐低啦无到手遐低啦手安尼就好佫有啥物举例像这叫做啥？这
up， 吼，这是咱的 up， 吼，阿爸的迄个 up， 吼，佮加一个韵头 up， 啊，这是第几条？第8条，吼，第8条是迄个悬低调，吼，这变做 up， 吼 up， 啊，若加迄个啊。业就是安尼哦，业啊，若加即个啊吼，啊变做这若照原本的规则，这就直调啊，这就换调吼，业吼业嘛是加底调业啊，敢是安尼讲业啊，嘛是会使哩，但是咱一般袂讲遐低啦，一般是讲即个小可较中的即个调侃啦吼 ，rate 安尼业啊吼业啊，无讲到业啊遐低啦吼。好，所以这是咱的压情会特别换调的规则吼。啊，这要安怎整理吼？这咱看卖，这是第3条吼。啊，本底是即个悬落调，啊变做悬平调，吼，这嘛是悬落调变做平调，吼，这是低调变做中的，啊，这嘛是低调变做中的。吼，所以这个规则若要甲整理起来吼，其实介简单，就是这边吼，这边到这吼，变就是咱的落调变做平调吼，啊，过来咱的低调吼变做中的吼，关于有低调的变做中的，啊，这边嘛是吼，敢若这边嘛是，因为毋是业啊，是。业啊，吼，就变做到遮。好，所以遮就是咱的压情换调的例外。好，咱佫有一款例外吼，一般咱会听人家号做轻调。啊，毋过即个轻调的名吼，我家己是较无遐介意，因为轻调毋若一款尔吼，一般的腔口拢有2款，吼2款。啊，若我甲即2款号做，一个号做沉调。吼，像沉水的迄个沉，啊，佫有一款叫做浮调，吼，啊，啥叫做沉调甲浮调？吼，咱来举例看卖。咱若即边有一个无沉调的，一般的意思吼，像这是啥？这就记画过去，吼，啊，拢是第3条，所以照一般的规则吼，这是直调，啊，这是换调，安尼吼。啊，第3条的直调甲换调，啊，你家己去看你的笔记，你有咧做笔记毋？这是低调吼，低平调，啊，这是悬落调，所以变做这是度，这是密吼，密度安尼过去，吼，这是一般的规则。啊，咱若有加一个沉调的时阵，啊，沉调安那写咧，就是若我会写一个点，吼，嘛有人写。2个连尾吼，写做安尼，吼，写一个点，还是写2个连尾，吼，拢会用伫拢会使。但是若我就写迄个点哦，较规矩啦，较简单小块，吼，写一个点，啊，所以即个点其实是沉调甲浮调共款，拢爱写一个点，吼，所以咱来讲这是轻调的调号，啊，毋过你家己爱靠你家己的语感来判断这是。沉调还是浮调，吼啊！即个沉调什么意思咧？咱一般的规则就是安尼吼，换直安尼。啊，咱若看到即个沉调的调号吼，咱爱注意2个美角吼。头一个就是有即个调号的即个音节吼，不管伊的调号是啥吼，伊就一定是度吼低调。啊，拄好即个去。第3条嘛是度，啊，毋过毋管伊有啥物调号，拢一定是度啦吼。那有一个沉调的调号，啊，过来，咱一般是上尾一个音节吼是直调，啊，即马咱有即个沉调的调号，吼，一个轻调的调号，就变做咱轻调的头前一个音节变做直调，吼，所以咱的直调会刷到即位，吼，原来伫遮，吼，爱刷到。因为这变做轻调，吼，所以共款都是拢换，啊，这就直，吼，啊，搁这就沉，还是浮，吼，都是轻调。啊，即马咧，咱这要安怎读？所以这是直调，吼，啊，共款是度，吼，安尼就变做过去，
过去，吼，安尼小可无共诶音，毋过意思完全无共吼。这过去，这过去，吼，过去甲过去完全无共。来，佫举一个例吼，咱若有像这，吼，照一般诶规则吼，这直调，这坏调啊，这要安怎念？直调就是原底调吼，日吼日，啊这呢就是咱诶假调吼，后啊变做假调后日吼后日，咱过来找时间吼，后日就好啊。啊，若有即个定调咧，吼，所以即马即个原有是第八调，爱做原底调吼，即马爱变做度吼，爱变做假调吼。啊，这变做咱的直调，吼，所以直调是，所以直调位遮吼，刷到即位，吼，这变做直调，安尼，好，安尼变做啥？这直调第七调是后，吼，re 后日，诶，所以即两个吼，后日，共款就是虽然讲伊的调差一丝丝啦尔吼，意思差足侪啦吼。后日，佫记一个例啦吼，我若讲，你毋是最近有破病？有啦，啊，即马有较好小看，吼，即个小看嘛拢是咱的定调，所以较好小看，吼，啊，即马有两个音节吼，拢是定调吼，所以咱着两个音节拢共款爱写迄个点吼，啊无就是爱写两个连尾吼，像这小看吼，啊，佫有人较无解，安尼两个，因着写做像这两个，啊佫一个连尾安尼吼，所以其实即三款拢看会着啦吼，拢看会着，啊，拢看有啦。但是若我吼上简单就是头前一个点就好，啊，又佫是每一个定调还是铺调，就是咱的轻调诶音节，拢爱安尼注一个点，安尼较清楚吼，倒一个是轻调，倒一个毋是吼，所以共款这就变做咱的直调吼，直调第二调就好吼，好小看啊，即马较好小看吼，这是定调吼，所以即几个拢是定调意思啦。好，所以咱佫有一款叫做铺调，啊，啥叫做铺调咧？咱若想一个，譬如讲人名吼，人名咱着惯是加一个啊伫后壁吼，对无？譬如讲有一个人叫做阿丁吼，阿丁，咱有当时嘛叫阿丁啊，吼，阿丁啊，啊，即个啊要安怎写？啊，就是共款写一个点，吼，共款写一个点安尼。所以咱讲这两款拢是轻调，因为拢是用即个轻调的调号，啊，毋过无共吼，即边是定列，吼，即边较是铺列，吼，啊，定列就是共款拢是度，吼，看到即个轻调的调号拢是度，吼，过去后日安尼。啊，那即边咧，咱共款爱甲咱的直调刷到即位，吼，所以拢是即个轻调的调号头前一个音节拢是直调，吼，这是一致的规则。啊，过来铺调即边要安怎读呢？就是爱对伊头前的音节来读，吼，所以即边是阿丁，这就是关平调，对无？关平调，所以咱即边铺咧嘛是关平调，啊，就变做阿丁啊，吼，阿丁啊，所以即两个，即边是咪，吼，啊，即边嘛是咪，吼，阿丁啊，吼，所以咱叫做谱咧，伊就是谱甲这共款即个调坎。佫记一个咧吼，若有人叫做阿兰，吼，阿兰第五调是咱的加起调吼，兰，啊那后壁加一个啊，吼，
阿兰呐，就是这个兰是为哆，啊，搁起嚟到 re 对不？兰吼哆 re 安尼兰，所以这个啊嘛是甲 re 共款吼。啊兰呐吼，都是铺了壁这个意思啦吼。啊兰呐，啊丁呐，啊搁有啥物人名吼？像这啊树吼，啊这嘛是铺了壁吼。啊树所以啊丁呐。啊兰呐，啊树啊，吼，所以这个谱咧的轻调，拢会用伫吼，可能是哆，可能是 re， 可能是咪，吼，都是爱看伊头前这个音节是安怎讲，啊，你着照安尼讲。这个谱调毋哪伫人名尔吼，有足侪所在出现吼，譬如讲，你要去买苹果的时阵，我甲你问，啊，你要买青还是红的？吼，青。还是红的，这个 A 嘛是谱调吼，青，还是红的，哦，所以这个青都是直调吼，因为伊是这个谱调头前这个音节吼，青，啊，过来这是谱调，所以甲伊共款，啊，这若关平调，这就关平调，青 A。吼，啊，这就是甲这个啊兰啊共款吼，这就是为哆甲瑞吼，红的青还是红的，还是讲你的苹果买了，啊，你来摕一粒互我，这嘛是咱的这个谱调吼，互我，吼，因为这个我伊一半是第二调吼，啊，就变做我。我啊，毋过伊即马是谱调，所以伊就爱对着即个头前即个语序的直调吼，所以这是好安尼第七调是中平调，啊，这就好我，还是好你吼，摕这好你吼，嘛会使，还是讲另外记一个例吼，像这咱。我，这是即马变做直调吼，直调，因为伊是即个谱调的头前即个音节，所以变做你咱，啊，这第二调咱为悬甲低吼，咱我吼，这是谱调表，咱我，所以谱调吼足侪款吼，像这都是人名，还是这拢是即个形容词，还是像这吼即个代名词吼，足侪款，吼，所以主要咱的。轻调吼，爱去哩轻调，即个名无介好啦吼。咱应该爱讲两个无共个名吼，即个定调吼，即个谱调啊规则大概都是安尼。咱即个定调甲谱调的规则要安怎整理咧？即边咱有定调，吼，咱两个音节吼啊，上尾一个音节变做定调，意思就是讲。头前一个音节是直调，吼，为上尾一个音节刷甲即个定调头前上尾一个音节，啊，过来定调本身变做假调，吼，哆就安尼尔，吼，过去后日，吼，直调甲哆安尼，定调较简单，啊若谱调咧，吼，小可较复杂啦，吼，共款两个音节，共款的调号，吼。共款即个点安尼，还是两个连尾吼，拢会使。啊，过来共款即边变做直调，吼，直调。啊，即个调要安怎看咧？吼，咱爱看即个音节，吼，头前即个音节会调，会上尾一个调坎。啥物意思？吼，上简单就是若即边是平调，像这是咪，啊，即边就是共款是咪，还是讲这是 re。吼，这共款就是 re， 啊，这若是哆，这嘛是哆，吼，啊，毋过这若是譬如讲落调，吼，落调是为咪到哆，对无？好，安尼吼，好，安尼就变做这边嘛是哆，啊，无这边若是起调吼，为哆甲 re， 吼，像咱的阿兰，吼，这个人名。阿兰，安尼这都变做 re 吼，阿兰呐，
所以这个谱调小可较复杂，毋过介合理啦就是看即个调上尾即个谱调就是谱调壁，所以咱开合做即个谱调谱调。好，咱来整理一个咱遮个声调的例外头一个就是咱若共款一个音节出现3解就变做有当时头一个音节变做一个中起调高高高，悬悬悬，轻轻轻，白白白，good good good 所以这是头一个例外。过来就是咱的压情的调压情调。这个规则嘛介简单，就是咱的落调变做平调咱的低调变做中调安尼，所以毋是管是管刀这个毋是树是树这个叶这是压情调的规则。过来拄看到第三个就是咱的所讲的轻调，无就是讲沉调甲浮调沉调就是沉咧上尾就是即个较低音度安尼头前咱的直调爱刷甲头前一个音节所以这边变做咱的直调这边咧浮咧共款就是共款的调号共款直调刷甲即位毋过咱上尾一个音节的调就是爱浮咧浮伫即个音后壁铺伫即个调的后壁，所以这若是咪，这就咪；这若 re， 这就 re； 这若哆，这就哆。这若是落调好若这若是起调难这就保持即个上尾即个调坎。好，咱3款声调的例外就到这后一节咱要来用电脑甲手机看要安怎拍台语的罗马字后一节再会。